基道堂弟兄姊妹平安，感謝主教會俾我同埋牧師叫我嚟個分享我嘅見證，實有醫治之恩，叫我讚美佢。喺4月份嘅8號，我唔小心喺屋企跌倒，手指同埋手腕都腫得好厲害。我知道今次係非常嘅嚴重。睇到咁嘅情況，我知道我需要神嘅幫助，我需要禱告，所以我喺早禱會裏邊要求弟兄姊妹為我禱告，亦都我話俾我啲所有認識嘅查經小組每一個弟兄姊妹為我行切嘅禱告。後嚟我就照 X-ray， 原來嗰個結果就係我嘅手腕骨有啲嘅離開咗，同埋有少少嘅骨折。我揾咗呢一個骨科醫生，第一次嘅治療見到我之後咧，就同我打咗一個麻醉針啊，希望同我將呢個離開嘅骨能夠推返入去。呢個療程非常嘅痛苦，但係佢話俾我聽，因為你年紀大啦，可能嗰個效果唔一定好理想。做完咗之後咧，佢同我照咗 X-ray 就話俾我聽，唔能夠完全推到埋去。希望能夠慢慢嘅改善啦，咁同埋你年紀大，可能個康復嘅情況都唔一定好夠恢復翻原狀，但我仍然感謝主，因為佢有醫治之恩，我會讚美佢。後嚟佢就同我用一啲嘅石膏啦、繃帶咁保護住，叫我2個禮拜後翻去再復診。2個禮拜翻去之後咧，照 X 光嘅結果唔理想啊，比你跌倒嗰時候更加嘅唔係咁好。我心有少少嘅沉落咧，但我仍然相信我哋神有醫治之恩，我等候佢，所以佢就同我換咗另外一個嘅保護我嘅手嘅，就係而家呢一個啦。佢就話下一個禮拜啦，下個禮拜如果你嘅消腫之後咧，就可以同你打石膏。我就翻咗屋企，每日都睇我手指仲係好腫。我就要求弟兄姊妹，要求我張牧師啦、慧玲師母啦，同埋有其他嘅牧師為我禱告。但係每日都睇到個手仍然係好腫。5月3號嗰日係聖餐主日，我翻嚟崇拜敬拜組弟兄姊妹，佢同我哋帶咗一嚿詩歌，我要見到摩西睇到神嗰個榮耀。當我睇到呢個詩歌時，我就想到出埃及記嘅33章，當時以色列人佢犯咗罪，拜呢個金牛犢。神就發嬲，佢話我唔帶佢哋進入迦南地啦，摩西你自己同佢哋去啦。摩西聽到你嘅消息，以色列人都好悲痛，因為自己犯罪得罪神。摩西嚟到神嘅面前求神赦免，神話俾佢聽，摩西你係蒙我嘅愛嘅人，你係蒙我嘅祝福嘅人。嗱，摩西就要求神，我要睇到你嘅榮耀。神就話我要將我一切嘅恩慈喺你嘅面前經過，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我要憐憫誰就憐憫誰。當我諗到呢一句嘅時候，我就好感恩。摩西係一個偉大嘅民族領袖，神恩待佢。我亦都係一個係微不足道嘅婦人，但我都得到神嘅恩典，我亦都得到佢救贖嘅恩慈，所以我深信我心裏邊比較平安。但係你仍然有恩典有憐憫嘅，所以完咗崇拜之後咧，我揾阿張牧師再為我禱告。我出咗嚟之後，亦都有幾位弟兄姊妹圍住我為我禱告，希望禮拜一嘅復診能夠可以打石膏。當我翻到去復診嘅時候，醫生從我重新再一次照 X 光，佢話俾我聽，你嘅骨已經有好轉啦，比較理想。咁我就問佢，我幾時打石膏啊？你唔需要打石膏啦，下個禮拜你可以去做呢一個物理治療，慢慢康復啦。咁我話我手點樣能夠穩固啊？佢話呢個就係你能夠穩固你嘅手噶啦。我好感恩，我要求嘅就係快啲能夠打石膏。主耶穌話俾我聽，你唔需要打石膏，神嘅恩典係好豐富臨到喺我嘅身上。我喺今日呢度做呢個見證，就係要嚟到見證神有醫治之恩。如果有弟兄姊妹身體有軟弱嘅、有疾病、有困難嘅，我哋都唔需要氣餒，因為我哋嘅神係憐憫嘅神。我哋嘅主係醫治嘅主，我哋嘅所想所求，佢會加倍嚟到去祝福我哋。只要恒心仰望我哋嘅主，主就俾我哋嘅祝福。除咗見證神有醫治之恩，我感謝主之外，我亦都透過呢個地方喺過去日子裏邊
有牧師、有師母、有眾咁多嘅弟兄認識我嘅，為我禱告，亦都有姊妹陪我去睇醫生，陪我去治療。因為我手唔方便，佢哋為我煮咗好多嘅豐富嘅食物嚟到探訪我，帶咗好多愛心俾我。一一嘅我唔能夠報答你哋，我相信主耶穌親自報答俾你哋每一位。我喺呢度見證就係我哋將一切榮耀頌讚歸俾我哋嗰個主耶穌，因為佢係愛我哋嘅，佢俾我哋嘅恩典係出乎我哋所想所求。感謝我哋嘅主耶穌，將榮耀頌讚歸俾佢。多謝弟兄姊妹，阿門。